明年2024年的台湾灯会是咱16档后，搁再伫台南市举办哦。台南市政府开会灯制作的营队，和市内50间学校的老师佮同学同齐去学做会灯哦。望阁予明年元宵节的灯会会灯哦，会当愈精彩，佮愈有特色。五花十色的花灯，各种无同款的造型，真古锥。台南市府为着明年要主办的台湾灯会，开设花灯制作研习营。由专业的花灯团队来甲台南市内要甲50间学校的师生指导，对要安怎做骨架、要安怎牵线路，到实际呈现创意，做出真有特色的花灯，一步一步来传授手艺。第一次体验做大型灯笼，觉得很有趣，然后看到那些技艺师傅的手艺很高超嘛，然后就学到很多。做这个灯笼有点像是生活科技课。然后希望作品完成之后可以展出在会场，让大家都看见。透过参加研习营，一寡师生志工则搁转去学校来教大家安怎做花灯，希望伫咧明年台南市的台湾灯会会当呈现出愈精彩醒目的花灯。这些队伍呢，将成为每个学校的一个种子教师队伍。他们将这5天的一个成品带回去学校了以后呢，一方面做展览。一方面呢，也把这5天他们所学到的一些花灯制作的技术呢，转达给我们的学生，还有我们的家长。台南市已经让16档要去主办台湾灯会，规划2个灯区伫咧高铁站甲安平，结合台南在地月灯港灯节、龙镜空山节甲新农街灯会等等一系列的活动，希望会当搁再带动一波观光，互大家看到台南的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